台语文千万字，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咱今日听人讲，摇摆无落魄的久，做人唔通伤过靠势。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摇好摇摇第一条。照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讲，这个摇就是起甲大声叫、大声嚷，也有无要无紧的形。咱讲一个人足摇摆，另外嘛有人摕做摇摆好呀呀，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头一个读做摇摆，就是讲一个人的行为举止目中无人，拢无咧插别人。卖当讲是臭样唱秋，风神臭屁歹斗阵。另外颠倒边的词就是落魄狼狽。第二个是一句俗谚语，人咧讲摇摆无落魄的久，这个意思就是讲一个人唱秋臭样的时间会比失败凄惨落魄的时间更加少。意思就是叫人做人爱顾谦，唔通伤过摇摆。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咧合做伙。譬如讲，以早就有一首台语歌，歌名就是《摇摆无落魄的久》。歌词是描写互人放肆的人，甲已经切爱人仔放掉，讲摇摆是一时的，大家小拄会得到。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摇，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